各位街坊望過嚟啊！你5雞嘢首期月供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100%實用率嘅精裝3房單位。而且呢個小區樓下仲自帶埋一個街市，買餸超級方便啊！有冇見到嗰度？冇錯，呢度仲有業主樓巴返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，每日都有2班車㗎，返人工島都係30分鐘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望個單位先。就係呢套950尺嘅3房2個廁所，實用率去到100%。咁入門口嘅右手邊係做咗個開放式嘅 U 字型廚房嘅。咁餐廳呢度可以擺個4人餐位都係 OK 噶。睇翻個客廳啊，哇，個客廳真係夠晒大，因為呢一度做咗個開放式嘅書房。咁客廳連接翻個露台，嗱，咁露台嘅呢個位置咧可以擺洗衣機啦，同埋乾衣機啦。睇翻個露台啊，哇，個露台夠晒闊啊，6米咁闊啊。咁我哋而家入去休息區嗰度望望。咁呢度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對面呢度就第2間房啦，空間都夠晒大嘅。最後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咁主人房都係帶個乾濕分離嘅套廁噶。咁睇翻個主人房，哇，都夠晒實用啊！呢個 L 字型嘅大飄窗有冇見到啊？全贈送俾你噶。呢套屋苑首期5雞嘢咋，月供3000零蚊，total 都係70零萬。你再攞低呢一套100%實用率嘅3房2個廁所啦，而且屋苑樓下仲有埋業主樓巴，直達香港荃灣同埋太子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留言攞資料啦。